都聽到一啲朋友同我講，打小人係咪又係一啲長遠可以解決到問題嘅方法呢？我首先咧都想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壓力嘅來源先。咁其實我哋壓力咧工作上面嘅來源咧，主要咧係分開咗5大點嘅。咁啊，第一點咧就係工作同埋家庭之間嘅一啲衝突啦。咁好多時咧呢樣嘢咧就係雙向嘅，就係講緊我哋日常譬如工作，因為 OT 啦。一啲工作量好多啦嘅時候啦，而產生嘅一啲壓力咧，我哋將呢啲壓力帶咗翻去屋企，咁而亦都同時間會影響咗屋企嘅情況。咁啊，舉個例子啦，譬如每日都，我最近都聽到有朋友講話，每日 OT 都 O 到9點10點，咁然後翻到屋企咧，屋企好多嘢都理唔到啦，家務做唔到，小朋友都管唔到啦，已經因為工作非常繁忙。咁呢一個咧，亦都會製造到咧，就係工作同埋家庭之間嘅一啲衝突。你試諗下，如果喺呢一方面佢個壓力處理得唔好嘅時候，佢會點樣去影響咗屋企嗰個氣氛呢？咁我相信咧都好容易屋企個氣氛咧亦都會受到一啲負面嘅影響。咁同樣地調翻轉咧，我哋亦都會有一種咧就叫做家庭同埋工作崗位之間嘅一啲衝突啦。咁譬如我哋年紀開始慢慢長大嘅時候，我哋除咗有4大長老，可能有啲因為身體狀況需要特別照顧，或者可能屋企有小朋友，亦都需要一啲特別嘅花時間去照顧嘅情況下咧，亦都好容易咧導致咧屋企同埋工作之間咧就失去咗一啲平衡。咁而咁嘅情況下咧，亦都會好容易造成一啲更加大嘅壓力啦，因為屋企嘅壓力而導致工作上面嘅一啲壓力，影響生產力同埋效率。咁啊，另外第二樣嘢啦，就係咧，我哋而家經濟環境唔係咁好啦。咁我最近都聽到好多身邊嘅朋友同我講，就公司會出現裁員啦、倒閉啦，或者甚至係搬辦公室啦、離開香港啦。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咧，亦都會咧影響咗大家心理上面嗰個壓力。嗰個壓力係啲乜嘢咧？我哋叫做 job security， 就係個工作嗰個安全性。因為大家每一日返工嘅時候都會諗緊啊，我份工作仲可以有幾長遠呢？到底幾時裁員輪到我呢？咁因為咁樣嘅情況下咧，都會造成一啲心理負擔。咁我曾經咧最近聽過一個比較特別嘅 case。最近有個朋友同我講咧，就話佢自己咧嗰個工作崗位係負責做物流嘅。咁然後咧，跟住因為公司嚟緊要重整架構嘅時候咧，另外負責一個 design 係做設計嘅同事咧，就咁啱有一個 project 係啦，需要一啲物流知識，咁然後負責做 design 嘅同事咧就走出嚟講啦，就話啊，其實我做物流都 OK 㗎，我都識㗎咁樣，咁我同我老闆講啦咁樣。咁佢呢個 intention 呢個咁樣嘅嗰個做法啦，咁其實亦都係展示咗啲乜嘢咧？其實亦都展示咗係因為佢內心覺得對於個工作上面個崗位好不安，咁所以佢就要同個老闆講，就話其實我識好多嘢㗎，咁務求自己咧就唔喺個裁員名單裡面。咁亦都因為咁嘅原因咧，亦都令到當然啦，負責本身做物流嘅同事個內心裡面，佢都會有啲不安嘅情緒出現啦，因為佢嗰個工作崗位裡面係有其他人係想去侵佔咗佢本身個工作嗰個崗位，咁所以咁嘅情況下，亦都好容易導致咗一啲壓力啦，同埋糾紛嘅出現。咁啊，呢個都係我最近聽到嘅情況啦。咁啊，同時間亦都係聽到有好多唔同嘅公司慢慢出現一啲裁員啦、縮減規模嘅消息啦。咁所以咧，呢個咧亦都係最近嚟講咧，亦都係比較多人咧係會出現嘅一啲壓力嘅狀況啦。全邁進係你嘅情緒出口。